又係我 Richard 啊！今日咧就講關於呢幾盞色路燈嘅。咁其實咧每部冷氣機咧都會有幾盞呢啲燈。咁你會見到咧，一般正常情況咧就可能會着一盞或者着某啲燈啦。咁如果你發現佢可能喺度斬啊，或者係有兩盞同時着，或者三盞同時着，或者係有唔同嘅情況咁樣咧，咁其實咧代表咧個冷氣機咧佢會自己 detect 到某啲問題，咁就用呢個信號燈咧就去表達出嚟嘅咁樣。咁咧一般人咧係唔會識嘅，咁只有咧嗰個牌子嗰間公司嘅維修啊代理啊，咁先會知道咧佢應該色路燈咧係代表咩意思。咁所以一般如果遇到冷氣機出現問題嘅話咧，其實咧可以喺香港咧係所有牌子都有代理同埋維修部嘅。咁可以咧先揾佢哋咧就去上嚟檢查，咁佢需要一個檢查費，咁跟住同埋咧就佢哋會話俾你聽咩問題啊，可能要換機定換零件啊咁樣。咁點解唔揾普通嘅冷氣師傅去進行維修咧？其實咧所有冷氣機師傅咧最嬲尾，如果譬如部冷氣機可以維修啊，佢哋都係要去揾總代理啊、供應商啊去配零件嘅。咁配唔配到零件同埋幾時可以發到貨啊？去維修個冷氣機咧，最快只有係供應商先會提供到呢個服務嘅啫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一般咧冷氣機如果你想維修咧，就最好咧就揾翻本地嘅代理，同埋或者揾供應商，揾普通嘅師傅咧，其實最撈尾佢最多可能同你 check 到咩問題。已經好叻㗎啦，咁但係要維修嘅話咧，就點都唔會及得維修本地嘅維修部咧嗰邊咁快同埋咁準嘅，同埋配唔配到零件咧，都係佢哋決定嘅，係啦，佢哋先可以做到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哋屋企嘅冷氣機遇到問題，想揾人檢查或者維修嘅話咧，需要揾代理嘅電話，即係本地嘅總代理嘅電話嘅話咧，可以留言俾我。咁咧，同埋講低個牌子，咁我就可以俾個電話你㗎啦。如果各位朋友有任何家居上嘅問題咧，可以隨時 WhatsApp 我啦，或者 email 我嘅。咁我會盡快咧就會做翻啲短片分享翻俾大家，或者係直接覆翻你哋嘅。